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26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持续关心幼儿教育，上午进一步以6都来做比较，结果发现只有咱市的公立幼儿园甲教师不止无增加，电脑阁减少，反而影响到幼儿的受教权，所以上午召开记者会向市府签名。幼儿园甲托儿所增加将近5档，不过根据台南市教师会甲教育产业工会表示，目前台南全市幼儿园有14间，竟然连一位正式教师拢无，而是以临时人员编制到保员来代替。而且，每当公立的幼儿园抽签，家长抢破头拢咧上演，似乎不止无增加班级，提供稳定的师资，而且对6都公立幼教老师的数量来看，不止无增加名额，电脑减少，数人忧心。台南市的公幼的部分专设幼儿园的老师呢，只有6位。那专设幼儿园的幼儿有2000多位学生，那这2000多位学生，平均400多个才能分到一个老师。那第二个问题是在一般的附设幼儿园里面，它的老师的数量也是很少，只有一半不到。那这样的状况就是说，老师的流动率会变高。相较之下，我们是觉得说这个部分，台南市跟其他6都比起来的话，我们这个正式教师的比例是太低，而且是在逐年往下降的一个状态。为了持续关心公立幼儿园师资教校等幼教问题，议会教育委员会议员无分哪里马龙教场做会为家长签名。对此教育局回应，其实工会有所误会，市府顺应少子化，虽然无增班，不过师资顶面一直拢提升，并无影响幼儿的受教权。教师团体他看到的说，好像是我们的这个公幼的教师呢增加的数量比较少哈，那这个部分特别我们在去年也是特别调降了所谓公幼教师的代课比例调降了整整1成就是把代理的人力不稳定的人力呢替代成为比较稳定的正式教保员而且这些教保员他几乎8成9成都是具有教师证，那他到了学校之后，他是一个正式的稳定的长期的人力，而且在寒暑假可以来提供一些课后留园对家长有一些很正向的帮助。好，那另外呢，他们也关心说我们的专设幼儿园正式教师比较少。那确实过去所谓的专设幼儿园就是以前的公托改制，那确实他当初都是一些教保员临时人力。那这个部分呢，只要这些人力出缺的话，我们就是马上是递补的是代理老师。那这几年代理老师就是具有教师资格的人只是他占的缺目前是一个代理的职缺而已。那他们的一些素质专业上都是相当够的。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考虑就是说达到一个数量还有它的招生稳定的情况之下，逐年再来努力把代理人力改成正式教师。毕竟每一个幼儿都是家长的宝贝，如何让囡仔面对人生第一个老师是稳定，是值得信任，相信是每一个家长上该要义。台湾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亚洲产路学校举办第105届毕业成果展，今年以着在地食材作为主要的重点。再加上学生的创意，做出了真侪非常特别的料理，同时也符合环保节能的用餐概念。这一道又搁一道的美味料理，拢是亚洲餐旅学校学生为着这场毕业成果展精心准备的。因也准备了送菜秀，让每一位来到现场的贵宾都会当欣赏到一寡色调、香气、气味拢具备的料理。而且学生所用的拢是咱台南在地食材，一点拢无浪费。可见因伫咧学校学习到的不只是煮食的技术，更加重要是成为一个总铺师的品质。要同学要更重视他的厨德。好，所以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就是宣读了我们10大的厨师的一个宣言。
这宣言也就是我们平常在学校里面，我们老师除了专业技能的教导以外，我们也把这些观念灌输给他们。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从事这个餐饮工作的时候，不要只是重视你自己的技艺，而且更要重视你的厨德。所以我们今天整个餐会的主题也就环绕在食农这个主题上面。所以我们要同学要重视食材但是我们不能浪费食材不能浪费食材，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能够充分的利用食材。学生用着感恩的心，运用在地食材，准备了一道又搁一道的料理。因也希望这寡用心，会当让每一位品尝美食的贵宾，拢会当感受到满满的幸福。台新网站采访报道。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为了奖励身心障碍学生辛苦的学习，特别颁奖209万的奖学金，予140位优秀的学生，鼓励因爱努力克服身体困境，继续认真的学习。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济身心障碍的学生，展开笑容，伫咧副校长的带领之下，用手中的球棒拍出一粒水开的好球，象征因唔惊困难、勇敢向梦想迈进的决心。校方为着要鼓励因，也准备了209万的奖学金，要颁予这寡辛苦的学生。校方同时也强调，无论是个人本身，或者是家庭有困难的学生，拢会当向学校寻求帮忙。那这些同学在整个学习成长的过程中，其实碰到很多的问题，但是呢，很多的家长都对于学校一路上的协助、资源的投入感到非常的欣慰哈。那这边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个说明，中华医师科技大学是全台湾有关身心障碍资源投入最多，所以在人口、在学生数的密度上也是最高的一个学校哈。那这没有为了什么，只是因为我们这个学校对于爱的投入和资源，特别在学务这边其实是做得最好的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如果有任何这方面学习需求的家长，可以来跟我们中华医师科技大学，全台湾最好的医师大学来做联系。在咧现场，这个学生也表演了一段乌克丽丽的音乐演奏，相当温馨感人。校方除了提供协助以外，也特别开设适合因的才艺班，让身心障碍学生会当有充实的大学生活。台新网站采访报道。台南市少年一辈画家蔡新荣，上介意用亚克力彩画作为创作的媒材。今年伊上介新的作品是描写女性梦中的心境，学名叫做《繁华似梦》，而且第一届进驻饭店做展览，希望带予民众全新的感受。咱台南在地画家蔡新荣年纪轻轻，也无30岁，就举办过4摆个展，甚至更有收藏家看准伊的潜力。对来讲，特别介意用有水性效果的亚克力彩画来创作，用柔软的线条表现，伫抽象甲具体之间画出无同款的风格。伫今年所推出的16幅作品当中，嘛秀出120号大春秋表现，以自我的心境描写女性梦中美丽和幸福的安全感，希望美梦成真。繁华似梦呢，它是代表说现代都市人在忙碌的生活中，在这个有压力的状态下，反而不太能够好好的休息。那我觉得在梦境里，或许是我们人们一个最幸福的，哪有最快乐的时刻？也许这个梦，它有一些虚幻不真实，或者是有点是想象，梦幻的，但是对我们而言，它或许是轻松又快乐的。人与人之间拥抱，还有安全感，还有依偎的这个感觉，是我在梦境里特别想要告诉大家说，在拥抱是一个很美好的初衷，它可以让我们在梦境里有一个抓住真实的一个分量。那也是希望说，大家看到这个拥抱的这个安全感，可以更能够体会到我所想要传达的梦境的意思。
都是伫7.0王丽芬的规划，蔡新荣委组嘛首次进驻饭店，展开为期3个月展览。除了好大厅充满艺术人文的气氛，嘛互饭店希望甲观光客分享古岛的价值同款，共创双赢局面。我们希望说，能够透过艺术文化跟公益有在地顶真精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好的作品能够来充实我们各地全球来我们台南旅行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养分跟有趣的部分。台南这边是一个古都，有文化的地方。那富朗饭店希望利用富朗饭店的旅客，提供这个场所跟本地的艺术家来结合，让所有的旅客能欣赏本地台南的艺术家的作品。该展览对今仔开始到8月23号，邀请民众有机会前往饭店来欣赏，嘛互少年一辈艺术家上大鼓励。台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有关节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汽车哈，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百货公司为着要纪念台南市甲金门县地格姊妹市届满35周年，特别甲金门合作举办金门故事馆甲特色物产展，真侪当地美食甲伴手礼伫现场一概都买会到，也互民众来到遮，会当感受到金门的魅力。讲到金门，一般拢会想到贡糖、面线、金门高粱等等。现在透过金门县工业会、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等单位的合作之下，将这寡特色物产搬入百货公司，并且各种当地代表性的红西鸭饺子头、名蔬菜花的酒甕等总价值将近50万的工艺品，放伫现场展示，将金门文化发扬光大。今年为了纪念与金门县政府节第35周年姐妹城市，那我们特邀了金门的工业会，还有金门的民俗历史博物馆一起前来这边参展。那我们也邀请了金门的一些特色物产，有圣主贡糖，然后面线，然后侨安牧场的牛肉干，还有我们金门的酒厂一起来我们这边做一个参展展售的活动。那同时我们也让风事业来到了中山店，那是为了要打造一个属于中山店的金门故事馆。那期望大家可以一起来这边，那欣赏一些金门的特色物产，那也是把金门带来中山店，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的金门。这次的物产展，佮特别营造出金门老街的场景，互民众来到这，就亲像来到金门同款。活动为5月26号到6月1号为止，民众若是感觉细了无够，可以当伫百货公司脸书粉丝团将相片传到顶面，佮有机会抽到金门双人来回机票，亲身到金门感受在地风情。电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省大病院职业伤病防治中心为6年前成立以来，除了提供劳工朋友一般的职业伤病问诊以外，也有皮肤科、甲骨科的特色问诊，而且是采用个案管理系统，就是要做到主动关怀，让劳工朋友早一天恢复健康。社会劳动部南区的职业伤病防治中心，除了台南，也有嘉义、甲高雄等12间病院来参与。于99年设立，要来照顾职业伤病患者。直到现在，除了服务人数对200多人增加到将近1200人，协助劳工取得劳保大院甲门诊的补助，嘛拢持续增加。
郭耀昌主任表示，其中工作强化、甲职业中建咨询等具体复工计划，都拢是要让劳工恢复到受伤进前的状态。目前成大的那个职业病防治中心，在成果上跟其他区块比较不一样的，就在于它的整个门诊的服务能量，大概是全国第一的啊，这历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子。那我们就是学校比较大的特色是，我们还有一个工作强化中心。那工作强化中心就提供一些职灾的劳工，他如果说因为职灾导致他暂时失去部分工作能力的时候，我们透过这个中心的一个工作强化训练，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恢复到职场，恢复他的工作能力。那这在很多其他的防治中心可能没有这样的机构啊，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在这边。当然，看专科服务的团队当中，较特别的，也有全国唯一提供贴肤检查服务门诊，以及专门针对职业劳工骨科门诊，拢是希望守护有相关需求的劳工朋友一个上好的照护环境。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巴金森氏症是一种慢性脑部退化疾病，患者会出现机体顶起、会喘、行动变慢、走路袂平衡等的现象。目前这种病主要是用药物控制，不过对着无法度有效用药物控制病患来讲，得当采取侵占脑部刺激手术来改善病患的生活品质。巴金森氏症分做5期，到尾期患者不但无法度徛，严重的连并身都有困难。临床上主要是以药物治疗来疏解相关症头，但长期食药啊，容易产生副作用，对病患的日常生活造成真大困扰。因此，深层脑部刺激术就成为最近10档治疗巴金森氏症的新疗法。因为这个手术主要是改善病人异常的神经回路。并不是治愈这个疾病，因为巴金森本身是退化性的疾病，而退化性表示说它会持续的进行，所以说到了最末期的病人并不适合做。不过我们这个可以就是说这个手术的话，主要是改善病人的运动的状况，尤其是他有很严重的颤抖，或是就是刚刚提到的异动症，或是说有腰波动。腰波动就是说他服药的效果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通常就是一开始巴金森氏症服药效果都不错，不过到了中期之后，它可能会出现就是说开关反应，它就是药物有效的时候，就是越来越短，时间越来越短。这个手术主要是让它这个就是有效的时间可以延长。该手术必须在神经内外科的合作之下进行，运用仪器对脑部进行定位以后，病人得当在清醒也就是困去的状况之下进行手术。病人本身来讲的话呢，我们所谓的深部脑刺激术，就是要把一个电晶片放到脑部很深层的一个地方。如果从脑部的表面来算的话，约莫大概8公分。以上的一个深度，所以呢，我们都是用很精确的一个定位包括目前在台湾的话呢，是可以使用头架定位或者是非头架定位，用定位的系统呢，核磁共振精细的核磁共振来做一个脑部神经核的一个定位。那病人在定位之后呢，我们就会进行手术。那手术的话呢，也可以用全身麻醉或者是局部麻醉。那病人可以是在昏睡的状态，或者是在清醒的状态之下进行，这个在台湾都是已经很成熟的一个技术。经过影像学跟神经电波的一个双重的一个确认之下呢，我们就可以精确的把电晶片放到病人深部的一个脑部刺激核。不过，因为这项手术的费用并不小，健保署可能这项医疗器材对无法度用药物有效控制巴金森氏症的病患有相当程度的效益，所以伫1804年1月1号开始，将深层脑部刺激器纳入给付，有效减少病人药物的使用量甲并发症。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或者是问题行为，比一般的囡仔较侪也较严重的儿童，根据美国儿科医学会建议，会当采取药物甲行为的治疗，同时透过复健科的协助，也当借着游戏甲体能的活动来达到治疗的效果。
过动症患者注意力不足、甲冲动的行为，在经过儿童心理科诊断，排除是情绪行为障碍、发展甲心理问题以后，在12月之前就应该到儿童复健科进行治疗。美国儿科医师他针对这个过动ADHD 所制定的治疗指引里面显示说呢，在4到5岁的孩子，他如果有过动症状的话呢，他的第一线治疗就是行为治疗。那我们现在国内一般提供行为治疗的是复健科。那如果是他在学龄以后了，6到11岁以后，他一开始就是应该行为治疗跟药物治疗合并使用。那所以说他的行为治疗是必要的。那所以在12岁以前，他都必须要接受行为治疗。那12岁以后，行为治疗的角色就没有那么重了。复健科利用游戏的方式来对儿童进行适当的感觉刺激，并且透过体能活动促进大脑分泌多巴胺，改善注意力。治疗师他会针对这个孩子，他除了提供他行为治疗以外，也会去评估他是不是有感觉统合的异常。那因为我们知道 ADHD 它很多都会合并有感觉统合异常的问题。那如果说这2个都可以一起处理的话，它的治疗的效果会比较好。如果说以那个感觉统合治疗的来讲的话，它的具体的治疗内容大概就是看起来很像在玩游戏这样子，它会有器材让小朋友像在荡秋千呐，或者是旋转，那或者是在软垫上跑跳，然后甚至是一些触觉球、触觉刷的刺激这样子。医师提醒家长，若是发现囡仔到4岁外，在教导之下依然无法度专心，也即是动袂停，就应该到心理科找医师诊断，并且进一步治疗。感新闻者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之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温底降雨，或者是雷雨天气，温度27度到33度，落雨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5月26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